民进党早起嘛开记者会来点名到国民党有四大家族：花莲的布家、布坤基、台中的颜家、颜清标、中华的谢家、谢依凤，甲新店的罗家、罗明才，这四大家族的合体有违建的嫌疑。民进党指控这四大家族用特权买土地起合体，透过地方势力长期霸占资源，来增加着家族的利益。阿宏点名的国民党的立委谢依凤是抢民进党选举，敢若一招，就是讲骂、讲批评，已经替民进党无攻击，就袂用选举。独特的别种正气派，伫这庄卡小镇特别明显。这是国民党立委布坤基伫花莲住所，要告说被民进党来压了，这其中可能藏有温情。400多坪的这个土地，已经农地被铺了沥青，现在是停车场，那还有移动式的篮球框架，那这个就是违法使用农地，因为农地没有农用。到了这个报价违法申请休闲农场，民进党也点名台中的严家、中华谢家、新店罗家，国民党的四大家族透过地方的势力，长期高占资源来增加家族的利益。亲像罗明才伫新店的山区，这大片土地竟然阁有国有地。他们家族在大香山开挖的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尺，18座的棒球场这样的大小，很多地主根本没有同意，甚至还包含了国有地，他们就直接进行滥伐，直接进行开发。民进党点名台中严家私人的招待所，偷占国有地含水土的保护区，买来到彰化协这600多平土地所起的好野厝。这个谢依凤伫溪州靠特权来买土地，打造公主的城堡。咱少年人要买一间厝，偌年也无简单，但是对中华的社家来讲，真简单。任何的攻击没有办法破坏民众的期待，那只是凸显了，就是民进党选举只有一个招数，就是批判。就是随便讲话，就是骂人。在好野厝基地影响之下，那粒继续高峰来回攻红。力抗黑金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